買啦溫星圖，置業有着數。大家好，我係阿乜。咁我哋今一期咧係嚟到咗中山南區嘅天虹商場啦。咁我依家所處嘅位置咧，嗱大家可以見得到就係嚟到咗佢呢個商場嘅一個門頭位啦。咁整體上佢呢度嘅人流同埋車流亦都係會比較多嘅。咁南區啱啱好喺天虹商場呢一度咧，又係同翻我哋中山嘅市中心十期嘅呢一個區域咧，亦都係相鄰嘅一個區域嚟嘅，所以佢周邊嘅一個配套相對嚟講會比較齊全。咁上幾期嘅影片啦，同大家拍攝咗喺中山遠洋天住嘅2期輻射過嚟有幾條食街，其中咧亦都幫大家騰咗有翻我哋嘅南下食街啦。所以佢周邊嘅配套咧，相對嚟講亦都會比較齊全嘅。換言之，今一期同樣嘅主角咧，亦都係遠洋天住嘅第2期。點解會過嚟拍攝咧？就係因為依家係福利加碼，現時嘅話咧係補貼直減13萬，即係劈完價。劈完價咧仲係直減13萬，之餘仲會送翻3年嘅物業管理費，以及翻2萬嘅一個補貼。加加埋埋前後嘅話咧，已經係有15萬嘅。OK， 包含咗我哋嘅一個現金回贈啦，開發商嘅一個現金補貼啦，又係一個房款補貼啦，等等之類就可以做到咁多噶嚇。OK， 117平方米嘅話咧，大致上依家嘅成交價都會喺170萬，你就可以成交得到170萬整，你就可以上車到。而且講緊唔係嗰啲二生樓啊，亦都係一啲靚嘅樓層。OK， 我哋依家可以睇翻，現時喺天虹商場呢度輻射過去對面咧，呢一個盤咧就係恒大綠洲啦。對面就係我哋嘅天住嘅1期。依家2期嘅話，應該我係可以見得到嘅中間嗰條罅，中間嗰條罅，佢中間嗰條罅咧就係我哋天住嘅第2期。而喺呢一度揸車過去咧就2分鐘喺嗰個路口，你掉個頭喺前面嗰個路口兜入去就到㗎啦。如果你係選擇翻步行嘅話咧，係足足要去到10分鐘啊嚇！10分鐘嘅一個步行時間，你就可以從天虹商場呢一度行翻過去翻我哋嘅一個天住嘅2期，所以佢輻射過嚟周邊嘅配套都係算咗比較方便。而且佢天虹商場呢一度，大家可以見得到門頭位置啦，一啲連鎖店，包括香港嘅品牌，大家落去呢一度全部都係有翻嘅。係啦，佢入邊咧仲會有翻我哋嘅一個天虹超市啦。呢個超市咧係可以送貨上門啊，3公里之內咧係免費嘅。你距離天住呢度都係幾百米嘅一個距離啦。所以佢直接係可以幫你送貨上門，亦都係會比較方便嘅。或者你可以直接喺生母落貨，因為生母嘅話咧，亦都係可以送貨上門。所以喺市區相對嚟講居住起身咧，無論平時嘅衣食住行，或者係吃喝玩樂咧，亦都係會較為之方便你嘅。OK， 我哋可以再轉翻個方位，大家可以見得到正前方就係已經係到咗我哋嘅10期區嘅啦。前方呢個位置咧已經就係10期。OK， 呢度前邊嘅話咧就係天住。要喺呢一啲綠色嘅玻璃最前邊就係天住嘅1期，下邊呢一度咧就會有翻我哋一啲健身房啦，同埋我哋一個紅之家嘅一個超市，所以佢嘅一啲臨街商鋪咧，亦都可以滿足到我哋平時嘅一個需求嚟嘅。當然啦，相對嚟講，天住嘅第2期咧，佢就係冇做任何嘅一個臨街商鋪，佢係純住宅。純嘅一個居住區嚟嘅，佢唔會話會做翻一啲商鋪，或者係引入一啲商家或者係酒樓呢啲人唔會嘅，因為咁樣會影響到我哋居住嘅一個舒適度同埋我哋嘅隱私度。OK， 我哋今一期嘅天住嘅2期開箱即時開片。好啦，鏡頭一轉咧，我哋係嚟到咗遠洋天住2期嘅大門口嘅位置啦。同諸多嘅新規住宅 4.0 住宅係一致嘅，就係門口咧擁有翻我哋比較闊落嘅一個迎賓落客路。而遠洋天住2期呢一度咧係採用咗澳門同級馬蹄石而去打造嘅呢一條落客路。正常呢啲落客路咧，佢嘅區間會喺20米至50米咁長。天住呢一度咧係20米嘅。OK， 呢一度咧係用咗一個重達13噸嘅一個大青花石去設置翻，設計嘅手法咧就係用咗我哋開門見山
偏遠地方嘅一個設計手法，而下邊咧就係跌西翻我哋嘅一個跌水池啊！咁廣東嶺南地區一直咧都係以一個水為財，所以你會見得到依家諸多嘅一個新規住宅咧，都會採用翻好多啲水景而去打造翻。咁天住呢一度嘅話咧，首先經過我哋嘅大門口，到期時呢一度亦都係有翻我哋嘅物業人員喺呢一度為我哋嘅業主提供一系列嘅一個諮詢同埋服務。一直行入嚟嗱，其實天住呢一度咧，佢所有嘅一個搭配，所有嘅一個設計咧，亦都係望住翻我哋回家整條動線。行翻入嚟呢一度，依然亦都係有翻我哋嘅一個疊水池嘅一個景觀可以睇啦。每日咧亦都係會流水入嚟嘅。我就行翻入嚟呢一度咧，就係做到我哋嘅一個棚頂。呢一度係一個遮雨嘅一個棚頂，連住翻呢一條路，大家可以見得到。佢周圍咧亦都係種咗呢啲樹種，由於呢一度係一個新嘅樓盤，所以你會見得到呢啲樹咧，暫時仲係冇咁茂盛嘅一個情況。OK， 行到呢一個位，呢一個位咧行翻入去就係我哋會所啦。會所咧就喺我哋嘅負一樓嘅，咁我哋依家咧係屬於翻一樓嘅位置。我哋再行上去嘅話咧，就係我哋嘅園林，直接帶大家就會上去翻我哋嘅第二棟去睇翻今一期阿麥所嚟同大家介紹嘅單位。包括會所呢一度啦，下邊可以轉個鏡頭，下邊負一層嘅位置咧，佢亦都係做到好多啲綠植以及翻我哋嘅一個水景而去搭配翻嘅。好啦，咁我哋一路行 ，OK， 到期時，如果大家係買咗車位嘅時候咧，你哋就唔使行入嚟啦，你哋直接揸車落去到我哋嘅地下車庫，而搭翻我哋嘅 lift 咧，你就直接可以上去到你自己嘅屋苑。現時最新嘅政策咧，你加10萬蚊，你就可以買到一個產權車位嘅嚇。市區呢度嘅產權車位正常咧，佢嘅區間都會喺15萬至20萬左右一個車位，所以10萬蚊買到一個產權車位咧，性價比亦都係比較高嘅。同時咧會送大家3年嘅物業管理費，仲有2萬蚊開發商嘅一個2萬蚊嘅現金補貼，加埋我哋嘅獨家回贈，仲有13萬嘅一個補貼，所以今一次真係福利加碼對比之前，無論係我哋嘅142方中層、低層或者係依家117平方米中層、低層，佢現時嘅性價比都係非常之高嘅嚇。OK， 咁我哋再轉翻嗰啲口，為大家去開箱翻今一期阿麥叔大家介紹嘅特價單位。OK， 咁我哋依家咧係想嚟到2棟嘅新樓嘅示範單位，同時之間亦都係實體樓嘅一個位置嚇。出到呢口啦，佢到時嘅呢口係呢個位置出嚟嘅，佢係屬於一個雙邊開嘅一個 lift。佢對面嗰一戶嘅話咧，就係我哋嘅02單位142平方米嘅。呢一度咧出到嚟就係我哋117，所以你會見得到，呢口嘅位置其實個空間都 OK 喎，可以去釋翻我哋嘅鞋櫃，所以你會見得到點解現時嘅新規住宅咧，佢入門口係少咗我哋嘅一個玄關位，即係之前做鞋櫃嘅位置咧，因為佢哋呢一啲位置，佢喺呢口喺我哋門口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做翻噶啦。我哋講翻佢後邊咧，仲會有翻2個142平方米嘅，當然啦。自己有自己獨立嘅空間，所以亦都可以做到互不打擾嘅一個情況。天住呢一度嘅話咧，佢係採用咗我哋全屋嘅華為智能家居，亦都係目前中山市唯一一個用華為全屋智能家居嘅一個小區嚟嘅。同時之間佢嘅一個交付標準咧係十分之高嘅。首先117平方米呢一度咧，亦都係採用咗我哋嘅一個子母門嘅設計。佢呢個智能門鎖咧，覺得有個點就非常之好啦。之前我哋就密碼啦、拍卡啦，或者係我哋嘅指紋、人面識別等等，但係呢一度係多咗一處功能。咩功能呢？即係話你平時你唔喺屋企嘅情況下，如果有人喺你門口停留超過6秒鐘嘅話咧，佢呢一個智能門鎖嘅傾頭咧，即時就會自動影相而發到嚟你呢一個手機入邊去。當然啦，你嘅手機係要下載一個華為
智慧生活啊，咁啊你下載咗呢個華為智慧生活之後咧，啊你就可以喺你一個 X 上邊啦，你可以查到你整個屋嘅一個全屋智能家居，包括天氣熱嘅時候，你可能翻嚟路上啦，你提前10分鐘你開翻呢個冷氣都係冇問題嘅。OK， 咁我哋行翻入嚟，咁啊首先呢一度咧，天柱係做到有4房嘅一個設置係117平方米，咁啊門口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房間，只不過咧佢呢度係做到翻我哋嘅一個家政室嘅空間，就平時係用嚟做翻嚟儲翻我哋嘅洗衣服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操作間嘅位置。咁啊而廚房呢一度咧，亦都係用咗一個 open cage 嘅一個設計。咁啊當然你關埋呢啲門咧，你就係可以做封閉式嘅廚房。可能你湊緊餸，油煙比較大，咁啊你平時飲下啲咖啡啦，做下啲麵包啦，你打開咗，其實係比較通透一啲嘅。咁啊同時佢呢度係交付到直接係 U 字形嘅一個廚房，直接咁樣係交付俾到你嘅嚇。同時之間係預留咗一個雙開門嘅一個雪櫃，咁啊抽油煙機、煤氣做消毒碗櫃，亦都係作為翻我哋嘅交付標準嚇。咁啊另外咧就嚟到翻我哋餐廳嘅部分啦，咁啊正常呢個117平方米，嗱之前我哋對比翻1期啦，2期佢呢一度咧係可以做到有4間房嘅設計，咁啊當然嗱4房嘅設計咧，佢係未包含呢個家政室噶嚇。如果你加埋呢個家政室咧係4+1 5房，咁啊呢一個面積對比翻遠用天柱目前嘅1期啦，就之前已經係入住咗嘅。115平方米咧係只可以做到3房2廳2衛，咁啊間隔咧其實係差別係非常之多，因為2期呢一度嘅實用率咧係超過120% 嘅嚇。咁啊目前1期嘅一個二手嘅一個均價咧係幾多？14,000蚊至17,000蚊不等。14,000到17,000不等嘅一個二手成交價，當然啦，甚至乎有啲咁低嘅，去到13,000幾，其實都要接近14,000。咁啊，目前2期呢一度咁高嘅實用率、更新淨嘅一個戶型更價，以及咁高嘅交付標準，全新為內地單價，只不過都係14,500折後嘅一個單價，而且又係帶埋呢個豪華精裝修，所以我覺得性價比係會比較高啊嚇。OK， 咁我哋嚟睇翻啦。嗱咁啊呢一度咧就亦都係會交付到一個房間俾到你，咁啊佢到時交付呢度係一個長體嚟嘅，呢一個係我哋嘅一個長體，而佢嘅門咧係喺呢一個位置開翻入嚟嘅。OK， 咁啊呢一間房咧同時亦都可以做休息區啦，而117平方米咧係採用咗我哋嘅一個飛機戶型、蝴蝶戶型。OK， 咁啊佢嘅房間咧就分別喺我哋客廳嘅兩邊，所以佢嘅實用率係非常之高。咁啊，首先入到嚟呢一度咧，係屬於翻我哋一個套間嘅設計。咁啊，套間嘅設計咧係做到翻我哋一個轉角嘅衣櫃啦。咁啊，望住翻樓下，其實呢一個園林景咧，我覺得都幾 OK 嘅。咁啊，呢一個咧係零星戶型，每一個樓宇我哋無論係1座或者係2座咧，佢都係得117平方米。得係呢一個117平方米，所以咧佢嘅一個戶型更加，包括佢嘅景觀係永久性嘅。OK， 咁我哋入邊咧呢度係帶咗翻我哋嘅套間，咁啊套間咧係採用咗我哋通鋪嘅一個鏡櫃啦，咁啊同時咧智能嘅一個馬桶，包括我哋後邊嘅呢一個浴室，亦都係作為翻交付。咁啊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就係關於浴室佢呢度下邊係做到翻我哋嘅一啲止水板咁啊另外嘅話咧，佢呢度嗰啲排水啦、排污啦，佢全部都係會採用咗一啲排水管設置放喺出邊。咁啊即使話你入邊爆水渠啦，或者係咩其他嘅情況啦，佢全部都係會喺外牆出邊去維修翻嘅，所以係唔影響到你一個居家嘅一個使用。OK， 咁我哋行翻入嚟到客廳，其實117咧，再開始睇嘅呢一個戶型咧，我係最中意就117，因為佢係做到目前真係非常之實用嘅一個戶型啦。咁啊對比翻我哋現時好多啲120風，甚至乎都係冇呢一種間隔嘅，所以我好中意呢一個戶型。咁啊當然啦，反而拍攝呢一個戶型係比較少嘅，一直係同大家去拍攝翻我哋142平方米，無論係橫廳嘅一個優劣勢啦、豎廳嘅優劣勢啦、橫廳豎廳嘅一個對比啦，甚至乎拍到大平層。OK， 今日抽個時間慢慢嚟同大家去拆解翻，因為經過二手嘅一個成交價對比價落嚟之後咧，覺得117平方米。依家賣緊14,000零嘅一個單價咧，我覺得係非常之爽嘅。咁啊，目前嘅話咧，到期時嘅一個交付狀態，呢度係一個藍光去交付啊。亦都唔係話個藍光啦，就係一個露台咁樣去交付，就係冇封窗嘅。咁啊，當然呢一種
屬於3.0、3.5嘅一個住宅啦，佢係允許封窗。咁你封完窗之後，你會發現得到你成間屋，哇，其實嘅實用面積係更加之大、更加之誇張喎，大佬係嘛？咁呢度咧，同樣亦都可以類似翻4.0咁樣種花種草，因為係有足夠嘅空間俾你去跌曬翻嘅。OK， 咁我哋再行翻入嚟。嗱，行嚟到我哋餐廳嘅呢一個位置啦，就入邊咧就係做到我哋三段式洗手盆，直接分喺出邊嘅一個洗手間。OK，咁兩邊嘅話分別就係有2間房。咁呢一間房咧就可以做翻我哋嘅公主房啦。咁值得注意嘅就係每一個房間咧，佢都係冇飄窗位。報建嘅時候有飄窗位，但係佢嗰啲飄窗全部都係同你揼咗佢嚇，同你 book 咗嘅。咁呢一度咧係可以做翻我哋嘅長輩房啦，因為佢呢度係連住翻我哋露台出邊嘅一個單位嚟嘅。係啦，咁呢一個單位咧，目前講緊係我哋嘅一個中樓層啦，咁上下啦。170萬就係可以成交得到嘅。咁當然啦，今一期170萬嘅同時，亦都係送翻你3年嘅物業管理費，以及翻10萬蚊就可以買到嘅一個產權車位。目前咧就開發商呢度咧係有2萬嘅現金補貼啦，包括政府呢一個有1至2.5% 嘅呢一個購房補貼券會俾到大家。當然加埋我哋星途房產獨家嘅回贈咧，佢嘅一個優惠咧係高達於15萬所以大家記得要添加我哋上方嘅 QR code 同我哋取得一個聯繫，進行翻再詳細嘅一個諮詢。添住呢一度嘅話，你想睇翻現時邊一個樓層中高低都係有可以俾到大家去選擇。你想睇1棟，你想睇2棟咧，你都係有得選噶嚇。當然呢一種單位，呢一種住宅，對於翻我哋，如果你係想嚟退休度假，又想睇翻一啲新潮嘅住宅，2-3個人住，你可以揀翻117呢一種更中嘅戶型係比較適合嘅。因為點解咧？你對比翻之前嘅一啲住宅，你就會發現得到新屋入伙嘅時候，你係咪要除隔銓？你係咪要開異味？添住呢度就唔使嘅。點解嘅？因為佢呢度採用嘅一個材質材料咧，亦都係會比較高級一啲。首先類似翻我哋嘅一啲鐵玉線啦，或者係我哋一啲木板啦，佢哋嘅拼接咧係唔用膠水嘅。鐵玉線佢嗰啲全部都係唔用膠水，佢全部都係以一個木板細緻嘅一個拼接上去嘅。所以你會見得到，你冇膠水，因為膠水你無論係掂到水之後啦，或者係時間一長咧，佢味道咧一定係會有嘅，所以對我哋人體咧亦都係會有少少嘅一個危害我哋咧係採用咗一啲拼接嘅一個手法啦，更加之硬實，而且咧亦都唔會產生其他嘅一個異味。另外啦，類似翻洗手間 ，OK， 行翻嚟呢度洗手間，佢無論係從佢門框呢啲位置啦，佢下邊呢啲位咧，全部亦都係做到翻入邊係有防水層入邊全部係做咗我哋嘅一個防水，所以咧佢呢度嘅一個細節嘅做工咧係會比較好嘅。另外就係全屋嘅智能家居啦，包括我哋嘅冷氣機係用咗我哋東芝空調嘅呢一個品牌，全屋咧都係有翻呢一個中央空調嘅平時咧我哋就有翻。就屋內咧，你係有分一個控制面板，就喺呢個位置去操作，甚至乎你仲可以去預約電梯、關窗簾、開燈等等之類，呢啲就最為普通噶啦。另外咧，你就可以用手機下載一個華為智慧生活。呢一個 X 嘅話咧，係所有手機都可以兼容得到。無論你而家係用緊 iPhone 或者係 Samsung 呢啲手機，全部係可以兼容得到呢一個 X 嘅，所以係會比較方便。無論係從我哋嘅安全出發啦，或者係從我哋隱私出發啦，或者係從我哋嘅豪華程度出發咧，其實亦都係會比較好嘅一個選擇嚟嘅嚇。OK，我哋今一期嘅節目內容咧，大致上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仲未訂閱翻我哋 channel 嘅，記得要訂閱翻我哋嘅 channel， 咁樣下一期嘅精彩影片大家先絕對唔會錯過。我係阿麥，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